IBDP 嘅學生聽住啦，數學 IA 上拎7分，睇埋落去你就會知道個方法㗎啦。點解有啲人可以寫到高分嘅論文？因為佢哋知道，第一，選題要夠獨特，你一定要有個人色彩，最好寫嘅嘢呢，同個人興趣或者長處有關。第二，暑假係你嘅搶分期，當其他人喺 deadline 前2日趕緊份論文嘅時候，你就已經可以偷步問下學校老師嘅意見，並且進行修改。第三，數學 IA 係好重要，好重要。我哋專業團隊會幫你徹底逆襲。第一，定好題目；第二，手把手同你一齊完成論文；第三，我哋會有24小時嘅問書服務。立刻撳入下面嘅連結，獲取一次試堂嘅機會。但限時優惠只剩翻最後12小時。記住 ，IA 唔係一份普通嘅學校功課，而係向世界頂尖大學證明你比95% 嘅 IBDP 考生更加懂得用數學解決現實問題。